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sa。阮即摆来到南投埔里的武界部落，我之前就听讲遮足水的，所以即摆安排这个行程来行行捞捞的。阮即摆找一个在地布农族导游开车带阮四家去佚佗，伊哪开车哪甲阮做介绍。头一天，伊带阮到武界部落的一线天，途中爱撩溪，开过一段足大的石头路，过程虽然真刺激，海甲足大力的，不过导游讲免紧张，放轻松，对咧游就好啊。来到一线天，导游甲阮介绍讲，因遮有一种足特别的石头，叫做龙纹石、龙纹石。伊讲这种石头会当劈下。因遮是一种幸运的石头，不过真歹找，爱运气好才找得到。我明仔载下早4点外要去看日出，所以今仔日爱较早困的。云瀑，导游讲阮真幸运会当来看到云瀑，因为伊讲经过统计，遮个云瀑一冬出现无到30摆。云瀑看了，继续上山来去等日头爬上山顶。这个长长青青的管就是武界引水道，另外团的水就是通过这条管为武界水库引过去的。为这个棚坑内底行入去就是引水道啊，大家应该有听到水声吼。台电的员工会为这入去做工课，导游讲，若是有感情工课袂顺，也是压力大的，拢会当伫这个棚坑口画画哀哀的。早顿食食的，就准备要散步去山林看水枪车啊！我的这一条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5街的萧南步道啊，萧南步道啊，不是萧南哈，是萧南步道啊。我们台电入驻之后，它有做这个重新的翻修了。这个早期没有那么漂亮，早期的吊桥很简陋。待会我们往里面走就会看到这个旧的吊桥的样子。那在这个这边呢，我另外跟嘉宾介绍的这个吊桥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吊桥它还是一个会说话的吊桥。那原则上呢，它一次只过10到15位嘉宾然后这边桥头两端呢都有这个红外线这个感应器了那上面都有一个小喇叭。它一旦人数超过之后呢，它广播请嘉宾迅速离开。那如果上面的嘉宾都太胖了，会不会走的人更人数不是体重？对，感应这个次数，它跟这个体重没有关系。像顾学者来也是一样。我们这个5街坝放水是从这边绕过去在这个后面而已。来，各位嘉宾看到，这就是我们的好汉坡那第一段这一段比较陡，第一段比较陡到上面的亮光柱到上面亮光柱呢折返上去然后到我们的5街坝的坝顶上面那一段，第2段就比较长一点，就是没有这么陡了可是还是一样陡。这是好汉坡，嘛是这规个路程内底上忝的部分。只要动过好汉坡，头前就凉西啊凉西啊。
啊不，一半拢无呢。行过好汉坡了后，就开始爱行山路、石头仔路入去啊。来，嘉宾啊，我们可以看到在你们的右手边底下这个就是我们的五界水坝，五界水坝哈。那它另外还有一个名称我们主任给它取的叫做牛奶湖因为它的水色呢有一点微蓝微绿又带一点乳白色好像我们倒一罐那个牛奶下面取下去调过色所以我们就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牛奶湖头前无偌远，就是拉拉密斯水枪车甲莫莫纳水枪车啊。听导游讲，莫莫纳伫布农族语内底是有水的所在的意思，拉拉密斯伫布农族语内底是根源的意思。当初因的祖先发现这个水源，互因的族人有水通用，所以就甲这两个水枪车号这两个名，爱因的子孙唔通袂记住因的根。这就是拉拉密斯水枪车啊！听讲这定定会无水，不过阮去的这天是有水的哦。导游爱阮伫这将布的换做衬拖，准备撩水过去看莫莫纳尔水枪车啊！现在开始凉啊！怎么了，舅姐？撩起过岭，总算是到莫莫纳水枪车啊！哇，要加水。到这规个武界部落的行程就算是结束啊！武界部落真正是一个足水的所在，也是大家有机会会当来行行的哦。我是Lisa，今仔影片就到这，若想介我影片的话咧，莫把市站甲分享出去，还未订阅观众朋友嘛，莫袂记帮我试一下订阅，另外爱拍开边迄个小铃铛，安尼才能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另外嘛，莫袂记Lisa会员这都已经开始咯，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另外Lisa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欢迎大家来帮我follow一下赞的哦。好，安尼咱后集节目再会。